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看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，真侪乌克兰的百姓，无分查甫查某，拢要保家卫国，要做男子汉，还有女英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字，就是汉，好安汉第三条。查甫咱讲汉，像咱讲男子汉，啊若爱跋筊的查甫，古早讲是跋筊汉。就有一句话讲，世间若无跋筊汉，哪有轮流好野散？意思就是叫人唔通跋筊。另外，这个汉嘛，当讲是一个查甫的身材，生做高强大汉，咱讲真大汉；嘛当讲是年纪较济岁，咱讲较大汉。啊，若是囡仔长大，咱讲囡仔已经大汉。古早中国汉朝因为强盛，真侪文化方面拢是用汉来讲，像咱讲汉语、汉语、汉文、汉字、汉学，嘛人讲是汉学啊。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汉草，一般是讲查甫的体格真好、真粗勇。第二个词读做罗汉脚，就是独身查甫。古早长山过台湾，有长山讲无长山满，因为禁海令，敢若查甫会当来，一般某囝拢袂当过来。啊，若一个人来拍拼，无所在通好安踏，困伫庙里，因为一般拢是困伫咧罗汉身上的骹，人才讲是罗汉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人真故意，汉草真好。个性嘛真好斗阵，也毋过因为较避暑，甲单也是罗汉脚。你若有对象，则替伊介绍一下。今仔日绍介这一日读做汉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